結果啊，你幾時可以最大最長啊？如果好細咩？仲唔細啊？要咁大做咩啫？咁你最大最長之後，我可以唔返工，日日喺屋企咯。咁我咪好攰。咁會攰呢？咁我日日喺屋企做飯俾你食，又可以陪你玩啊嘛。即係又攰又難受。咩啊？我叫你最大最長咁難咩？咁點做啊？你係想我去移植啊，定係靠自身變異呢？咩移植啊？你努力啲唔得咯？努力就可以變大變長咩吓？咁你努力啲，個抖音帳號咪做好啲咯，做好啲最大最長之後呢，你就可以交翻俾我，然之後你就可以出去繼續做嘢。嚇？咁做大做長咗，咁你打算拍啲咩？咪可以教人煮餸咯。